愿主对恁讲话，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得到伊的安慰甲鼓励。今仔圣经并无即句话，但即句话应该就是伫今仔日个圣经头前，若要讲即个前言啦。以利亚因为伊甲巴力的先知祭司相争，伫遐争斗什么人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伊赢。因为上帝是真国我的上帝，所以伫巴力的祭司的面前，上帝将伊家己荣耀。但是当伊将迄上帝荣耀了后，国王的封号，甲伊讲：我一定毋放你煞，我要杀死你。无论你走到天边海角，我一定要爱你的命。所以以利亚就惊，伊开始逃走。所以伫迄个争战的中间，伊讲一句：够了，上帝啊！我为着你的热心极大，感觉有力感。愿今仔这段圣经，咱甲上帝讲：上帝，我被砍伫做今仔这个以利亚，但是上帝，你任命以利亚这种的任命，今仔日互我，主你互我无这种的孤单，无这种的惊吓，无这种的郁卒。主啊，人生的苦楚，人生的苦痛，重担，主啊，全然伫你的面前来交托你。也即咱甲上帝讲，主啊，我已经够啊，我已经挡袂牢啊。主啊，求你透帮我，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的怜悯临到伫我的生命中。今仔日个圣经的故事，咱应该去体贴回想。一个伊感觉伊一生为着上帝做甚物徒劳无功，我的人生无论安怎打拼，好亲像拢永远无够额。伊感觉一个人咧甲众人伫遐争战，伊是一个孤单的上帝的奴仆。但上帝后来甲伊安慰讲：你毋免惊，因为你虽然伫你的心头边无同伴，但是你爱记得，伫即个孤单。兄弟姊妹，愿咱伫上帝面前得到圣神的安慰，主将这个惊吓，将你伫人生中间的孤单，特别求主怜悯咱中间若有心灵有叛变的人，求天父上帝互每一个心灵叛变的人，拢得到鼓励，得到医治，得到透帮。对今仔日开始用以利亚的故事，用保罗的话，咱甲上帝讨讲：上帝，你荣耀的愿望，赏赐互我。保罗讲，教会上要紧的责任，就是将所有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互人完完全全听到上帝的话，传上帝的话到完全。互人完完全全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面对面。亲爱兄弟姊妹，愿恁真对一个享受上帝，甲恁同在迄种的稳定。无过再做一个软正的基督徒，包括我，包括你，每一个所听兄弟姊妹，咱拢通全然相信，完完全全来交托好。咱的天父上帝，愿天父上帝互咱离开迄个山洞，因为当上帝来找以利亚的时，这个以利亚是避伫迄个山洞的内底。这种的情景，好亲像咧甲咱讲，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时阵，咱的惊吓孤单，咱毋肯离开咱心内的这种的伤害甲郁卒。咱常常避伫咱的心内做过去的情景。自哀自怜，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的手伫崩坑的外口，伫山洞外口，甲咱叫讲所听遐囝儿，你出来，离开迄个死荫的黑暗的崩坑。也这你敢会记得？主耶稣死了后，搁活的时。所听伊的姊妹，伫清早的时去找耶稣，但是天使甲因讲：
伊已经搁活，伊无伫即个所在。愿即个搁活主耶稣带咱离开咱生命的黑洞，伫咱的心灵中间，一直捆绑咱，互咱绝望，互咱看无愿望，互咱惊吓。或者如果你伫人生的中间，若有常常拄着即种的情景，愿主的话，互你有愿望，伫今仔日个礼拜，你甲上帝讲：主，我无爱去住伫我家己心灵内底黑暗的房间。对今仔日开始，上帝你光照我。所听的青年毋免惊，上帝所互恁的，虽然有最征战。但今仔日即个先知以利亚，其实上帝用伊的故事来甲咱讲，恁爱脱离，爱离开。所以圣经耶稣讲，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恁会记这段话吗？咱若常常瞻前顾后，拢咧看入过去的罪罪，咱就无法度勇敢自由逃放向前行。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种新的开始，所以保罗讲，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伊就是新的人，旧的代志变成过去，拢换新。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甲咱有比属灵的恩赐。上帝讲，你大大的张口。恁大大来享受，因为今仔日圣神为着咱备办的是属天的美牛。上帝要用伊的话来养饲咱。上帝嘛甲以利亚讲：起来，无论你食会落、食袂落，拢吞落。真正，因为你将来要行的路任重道远，你将来要行的路还阁真远。起来，认真装备，受上帝养饲，勇壮有困难。今日圣经讲以利亚，伊就食了后起来，上帝通过迄顿，伊会当经历着40日，不过再有食物，伫旷野，伫到上帝的山，好的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属灵的耳孔，听到你生命中间上宝贝的信息。你属灵的耳孔，听到上帝甲你讲，你伫遮咧创什么？圣神咧问咱讲，你选择做一个基督徒，安尼你的人生你做了什么？咱今仔日大家欢欢喜喜来做伙来做礼拜，咱的上帝嘛问你讲，你伫遮做什么？咱就会记得，这句话就等于耶稣甲伊身边的人讲：你爱我为你做什么？有的人甲耶稣讲：我爱你着看见，恁会记无？迄个青眉的人甲耶稣讲：主啊，代笔的雨会怜悯我。我生来就是一个青眉，主啊，我爱你着看见。有人甲耶稣讲：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出世就是一个歹脚的。主啊，我一生就是只有我靠人的施舍怜悯。主求你帮助我，我对今仔日开始，我是一个有能力用我的灵命来享受完全的生命的基督徒。主耶稣今仔日嘛问咱在座兄弟姊妹，你果爱我为你做什么？愿咱甲伊讲，主耶稣，愿你的国临到，因为外邦人求讨假清用，总是我知。你的国若临到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一点仔都无欠亏。也在你相信吗？这不是一种的比喻、抽象，来迷惑人的一种
会空化。主喺啲国人临到嘅时，咱嘅生命得到医治，咱行出迄个黑暗嘅山崩，咱要进入上帝甲咱有备一条永远行嘅道路。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甲咱每一个人拢讲，恁出来，徛伫我嘅面前。亲爱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早暗常常寻求神的面。天光的时，甲上帝讲：主啊，真感谢，我目睭一天开，就看到你的阳光。暗时要困的时阵，咱就感谢主耶稣，求你拥抱我，让我安然过黑夜。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咱常常伫主的面前，坦然无惊吓，领受伊的恩惠，做咱及时的帮助。主呼叫咱，最重要就是爱咱进入伊的恩惠甲阳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以利亚伫迄个山头听到上帝的声，伊对心中咧想讲：上帝是你嘛？虽然圣经无安尼写，但是伊听到迄个地动的声，伊听到迄个风台的声、大风的声，但是又听到一个伊真实在，就是耶和华的声。兄弟姊妹，咱来常常安静。无安静的人就无法度听到上帝的声。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所以列王记12章拄则书过无读到的这段就是13节。12节的尾后，伊讲伫地动了后，阁有大火，亲像火山爆发。因为中东的地区伫埃及的所在，迄何烈山、西奈山，拢常常就是迄个有火山的这个火的所在。所以咧荆棘着火，摩西看到，人讲迄有可能就是伫迄个地带中间，咱咧讲迄个水火洞，就是咧关仔岭，伫迄个所在有迄种的火山的这种的情形。伫火甲风的背后，传来美色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伊红伊的面，伊毋敢看上帝，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因知影人若用目睭看到上帝，其实就是亵渎上帝。人看到上帝，迄就是死刑，伊就死啊，王主问掉。所以伊毋敢看上帝的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伊出来徛伫上帝的面前的时，上帝阁一摆问伊讲：你是安怎行到这种款呢？你是安怎逃走来秘伫这个崩坑呢？我所听的囝子以利亚，你怎样行呀？你伫遮咧做甚么？兄弟，你敢知以利亚落尾是安怎死的？伊也落尾无死，圣经为伊记载真少数的无死的人，以利亚，伊最后是上帝用天兵天军火车接伊上天堂。圣经的记载讲，伊坐着迄个火车，火的马车，伊就互上帝接上天。伊的徒弟以利沙就伫遐求讲：我的爸啊，以利亚，伊拉就将伊的衫等互伊，亲像将伊的恩典甲祝福留互伊的囝子。对迄个时阵，以利沙就承受以利亚所得到圣神的充满。以利亚是这种的人，也即你敢愿意？上帝用这种极大的疼，甲属天的快乐，互你赢过伫这个世间中间所拄着最的征战。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会通伫祈祷的中间问上帝讲：上帝啊，是你吗？我心内的感动第六感，
我心内最的心思意念，上帝是毋是你咧对我讲话？兄弟姊妹，伫祈祷的中间，我可相信辨明圣神所讲的话。这就是犹大书所讲伫圣神的内底祈祷的意思。咱有最的感动，咱有最的第六感，咱有最的情绪，迄种的感动，咱爱伫上帝的面前追求答案。主要是你嘛？所以今仔日礼拜牧师要邀请恁学习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徛伫主的面前，改变你甲上帝的关系。上帝要甲你讲，无论你拄着什么种的情景，我所听的查某囝，我所听的囝儿，毋免惊，毋免到处躲闪，我要甲你撒甲伫地，因为我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观，你听到圣经的话，然后你对心中，你甲上帝讲阿们。你讲上帝以利亚所得到的，我嘛要得到；以利亚所有的，我嘛要有。上帝对迄个崩坑的内底，甲伊带出来，甲伊抱，甲伊笑，甲伊坚定，毋免惊。对今仔日开始，你毋免避伫迄个防空洞，毋免避伫迄个山洞的内底。对今仔日，你要坦然徛伫巴力的面前，因为你是我贵重的惊奇。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常常用敬拜的心来追求上帝，遐这好无？愿上帝互恁伫早暗。你常常习惯性会当徛伫上帝的面前，咱真古老的祷告有一种的属灵的操练。当因咧散步的时，当因伫树林的中间，当因伫无人的餐中，因有时会用这种的姿势祷告。秋雄老师，你若去到爬迄个三角点，你会当徛伫山尖的顶悬，兄弟姊妹。顶天立地徛伫上帝的面前，最后要呼吸你的荣耀，你的活命甲权能，要进入我的中间。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教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邀请人来做礼拜，就是邀请人来到圣殿的内底，放开伊的双手。以前伊的惊吓，以前的咱的坚持，咱有真多时阵抓条条，毋肯互上帝安慰，咱嘛可能无法度相信上帝所讲的应允的话一定会照安尼成就。所以咱有咱的坚持，上帝你有你的应允，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坦然来到上帝的面前。保罗讲，教会最要紧的责任，就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将所有的兄弟姊妹完全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主赦免我的软弱甲无够硬。兄弟姊妹，愿圣神亲自引带恁，会通完完全全看见上帝，毋是因为人。是因为圣神的帮助，愿咱有这间教会祈祷，求上帝圣神和这间教会，既若坐伫这个所在，既若进入这个所在，因会当亲自看到上帝的荣光。这是我的脚步，毋是人的能力，是上帝的临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传扬上帝的话，劝解人错误的心思意念，责备假释，互人愿意放落伊心中的心房。人真侪时阵得到责备的时，拢会反抗，拢会解释，拢会辩解。
愿上帝对咱讲话，互咱完全坦然伫伊的面前。咱讲主，我伫你的面前就完全的顺服。所以你容忍我，甲你的距离是只有拥抱的距离。我甲上帝的关系是亲密的。兄弟姊妹，愿你享受，互上帝甲你拥抱的欢喜甲快乐。主帮助咱。保罗讲，教会的这份上要紧，就是将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将上帝的话，这个道理叫做 logos， 伫圣经翻译做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传到完全充足。所以教会得时不得时，拢要认真讲道。教会得时不得时，拢要认真邀请兄弟姊妹读圣经，因为上帝的话就是上帝对创造以来所蕴藏的奥秘。这个奥秘英语叫做 mystery， 就是你将来都无法度想象的迄种的真奇妙的智慧。所以当有一日你若看到上帝所讲的迄个阳光的时，你嘴开开，惊着，唔知要讲安怎讲话。myster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哑口无言。当一个人听到上帝所发出的话，代表讲你的话就发出就有力量。你的话是人脚前的灯，是人路上的光。蕴藏以来的奥妙，伊的意思就是，当以前我听袂清楚，看袂明白，心内想嘛想袂透。但是当圣神将伊蕴藏的奥妙对我显明的时，我忽然嘴开开，讲上帝啊，是，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这不是干那上帝国临教，阁有就是这个世间最奥妙。所以牛顿看到上帝创造的天地，伊忽然找到迄个奥妙，伊甲伊称作地心引力。所以圣经咧讲上帝所蕴藏的奥妙，不是干那圣经的财物，嘛包括所有一切科学、哲学、智慧。这你期待真做一个聪明的人吗？谦卑伫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话，上帝要互你真做健康的人。今仔日的圣经，上帝的天使甲以利亚讲：起来，食我甲你备办的，食落去。因为你要行的路，你要做的工，还阁真责任真重。愿天父上帝装备咱，互咱领受保罗所讲，上帝愿意恁明白伊的奥妙。上帝的奥妙要伫这个世间，伫外邦人的中间，真做伊荣耀的记号。当耶稣基督踮伫恁的内心，恁的生命要充满荣耀的愿望。我无要解释，但是兄弟姊妹，你甲上帝讲阿们。所以我的生命要真做一个充满荣耀、国活、健康、愿望。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做基督徒，抬头挺胸，无搁再亲像以利亚，头咧咧，行东行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希伯来书第4章16节讲，恁通坦然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座前，领受伊的怜悯，领受伊的恩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这就是圣经所讲随时的帮助。无论咱拄着心中的情境，圣经讲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力量就怎样。因为信心，你就看清最对你的搅扰。因为信心，你就相信上帝伫我头前所备办的，不是软正。愿以利亚
搁一摆会重新得到开力，也真侪咱的经验，主帮助咱勇敢、敬虔，徛伫伊的面前，互咱的信仰带来新的愿望、荣耀的愿望、国外的愿望。咱脱离迄个黑暗的梦空，圣神将迄个梦照甲咱刷开，互咱对国外主耶稣行咱人生的道路。所以第二，牧师要鼓励咱，要邀请咱做伙同心行天路，大家同心同齐脚步，咱伫上帝面前同心行天路。对黑暗的山坑，对黑暗的墓坑，对你内心捆绑你，一直走不出来的伤痛，一直走不出来的黑影，一直走不出来的潜意识，求天父上帝即时带你行出迄个过去捆绑你、颠簸你，包括你的习惯，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受伤的心灵，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邀请的中间，愿咱听到倾听为声的盼望。这个愿望虽然真细声，但是死就死。这个愿望虽然真温柔，但是伊永远无改变，因为上帝话是信实的。愿咱伫伊的面前，咱将这种的忧郁、这种负面的思想丢掉。咱甲上帝讲，我无爱搁互这种的过去的、这种的捆绑、负面的拖累缠绊。主啊，将伊等伫外口。我要行出，我听到你的声，我要对绝望当中走出来。收听兄弟，我要2份。牧师为你们祷告，因为犹太人的习惯，领受财产，大后生是双份啦。伊咧讲双份的意思就是啥？我要做你的大徒弟。兄弟姊妹，愿恁拢领着双份，伫主的面前，你敢愿意？时候到了，擦干眼泪。咱甲上帝讲，主啊，不管啦，我已经艰苦上久啊，够了。自对今仔日开始，我要出来徛伫你的面前。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离开你旧的生活习惯，离开你旧的思想，互上帝所创造原起头迄个健康的你，今日定心出来徛伫上帝的面前，无搁再孤单行行，无搁再怨东怨西。咱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才知，我听到你的声，因为上帝的声甲伊讲，出来，徛伫我的面前。所听兄弟姊妹，请听上帝甲你讲，放开你的双手，不要再坚持了，交给我。兄弟，你愿意吗？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享受摇花一力，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有备的是得胜的，是丰富的，毋是欠缺的，毋是遐的破病。主帮助咱，咱问咱家己，伫过去的年日，我用什么种的态度来对上帝？伫过去的年日，我怎样过我的生活？愿咱亲像以利亚，咱徛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求你的天为我开，主求你的天为我开，互我看见你的荣耀。无搁再听这个世间的声音，无论是地动，无论是风声，无论是火山爆发。主，互我无搁再听这个世间的声，互我专心一意，只有听主的声。因为圣经讲，我的羊认捌我的声，
有无？有一条咱伫祈祷会常常咧唱的，叫做“静静听，我得静静听”。兄弟姊妹，愿你对心中甲上帝讲：“我要静静听你的声。”愿你被上帝帮助。德仁教会每一个宝贝的青年，恁将来人生要阁足长。上帝甲伊利亚讲：起来，不要偷懒，不要打瞌睡，起来，认真的领受神的话语。你们都很棒，每一个人都很棒。好，上帝给你们的是荣耀跟盼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是一个陪伴囡仔、栽培囡仔、甲囡仔做伙同行。所以兄弟姊妹，虽然咱的教会今仔这礼拜了无爱餐吼，但是今仔日上帝话大大甲恁讲话啊！上帝要你们站起来。对今仔开始，咱要抬头挺胸，顶天立地。对今仔日，咱要伫上帝的面前，要走的路，走当走的路，说当说的话，做当做的事。求上帝伫每一项事，甲恁画十字架。恁手所做的事，独独只有是上帝所欢喜的事。咱所讲的话，是主所欢喜的话；咱所行的路，是主祝福的路。愿主甲咱三合天地起来，来跟对咱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分享的圣神，更新人活命的圣神，求你即时亲像火降临伫每一个听你的话，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至圣的圣神，求你充满伫因的生命中，亲像你充满以利亚，互以利亚定心得力即种的愿望。主耶稣，圣诞节伫要到，求你搁一摆来甲阮做伴。每一年的圣诞节，拢是阮定心温暖、享受甲你同行迄种快乐的节期。主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圣诞节，这5个礼拜，求天父上帝互阮伫祈祷的中间，甲主耶稣同行。主求你的神祝福每一个伫你的面前讲阿们的人。愿恭敬祈祷，我个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们。这是咱用圣诗494首应答上帝的听。494首，对主人有幸福，哪准忧伤真快乐。逐时刻娱乐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下得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着跳大欢喜。心条主毋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请起立吟全诗。
请坐，请准备心的奉献。伫咱要互相请安进前，咱来欢迎今仔日第一摆伫咱中间甲咱做礼拜两个姊妹吼，伫咱中间的组姐妹，嘿，欢迎恁来吼，欢迎恁来，愿上帝祝福恁啊，愿上帝祝福恁。嘿，他已经来过一次哈，嘿，真欢迎哈啊！阮教会有一个习惯，阮感觉讲，那第一摆来是人客，但是第二次来就不是客人哈，就是在主内的一家人共款哈。上帝祝福咱大家哈，上帝祝福咱大家，咱来用这条歌做咱的祈祷，迎接圣诞节哈。咱求主耶稣用伊的听充满伫咱圣诞节、迄个圣诞节的节期，来用耶稣听你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愿主的听充满咱。耶稣听你，伫咱一生中，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黑暗关系，带你进入感恩国度。哦，耶稣听你，我求你，耶稣永远听你。愿主互咱享受伊的听，
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咱来头前，咱做为着生日人祈祷。小属于地位的心为剩下的第二日，有上帝面前才是一个好的生命的工人。所以说，到后面呢，因着相信这个生命的轨迹来变成，那么也就是说，安尼都对我们相信。圣诞节你搞啊，阿里来就是。感恩节拜托一个麦克风。后礼拜是复活节唔是复活节，人年纪大拢会跳江感恩节嘛是代降节感恩是一个回顾咱伫今年中间咱所经历着，感谢上帝，互咱伫武汉疫情，咱拢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全世界上安全的国家。感谢上帝，互咱台湾受到伊的保守。主足奇妙，有当时伊用真怪异、真诡异一种苦难的中间，以前人拢毋知影台湾是叫做啥，所以你若讲我对台湾来，伊讲你是对泰国来台湾跟台湾拢是泰安尼所以有当时你若出国去，人会你讲 I come from Taiwan， 伊就讲你对泰国来，你就甲解释讲，这个台湾毋是迄个泰国但是全世界人拢知影上帝祝福咱咱伫今年底咱带咱的感恩，咱带咱的感恩对后礼拜开始，咱就进入这个代降节代降节中间就是迎接圣诞节。愿上帝祝福恁伫今年的圣诞节拥有一个大大的祝福。咱每一个人，无一个人空咱甲上帝讨。每一年我拢要甲耶稣你好，佮重新享受你的祝福。咱来请下面来请牧师讲要报告，无啦请师会来报告这是我来报告。顶主的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祈祷会是拜三8点伫咱礼拜堂，家庭礼拜是暂停。清早至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圣工爱服侍，下礼拜请阮执事领诗，请春英荣长老，司琴请春美秀姊妹执事，书院胡素芝甲我本人。招待是第3组，爱餐咱即摆暂停。圣间讲的读经表，咱请家己安尼灵修。具体交通第11月29日是今年的感恩节，请大家共领圣餐，也同心为今年献上感恩，也是太空节开始，互咱伫圣诞的假期期间，为家己甲耶稣的关系有较好的祈祷，较深的甲耶稣的连结。第二，圣诞剧演出的时间是12月19日，暗时7点半伫咱教会。
12月20日下晡的2点半伫喜乐保医院。咱排练的时间有11月28、12月75、12月12下礼拜6的下晡3点是咱清扫期，11月22、11月29的礼拜后有清扫期的，11月29、12月76、12月13有总排演，请大家注意时间配合的演出。第三，12月13日有洗礼，愿意领受咧洗礼的兄弟，请向牧师报名接受真道的课程。请有第4位生日的人来台岛。奉献的若有毋对，请向过节人员来反映。台岛的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中华52年的事工祈祷；第三，为身心欠安的兄弟来台岛；第四，为教会青少年的学校课业祈祷；第五，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六，为姊妹教会来台岛富林集集以及德克达亚。是咱吟上用的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天父上帝赏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请记得吟诗煞，请庄牧师祝祷。北上帝受赐大福，听咱亲像囝儿，听咱亲像囝儿，相信原谅甲咱感动，听祈祷咱心内。三位一体，咱相同，一世到万世代，世到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每一位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谢谢，别得避讳。